新闻一开始先来看今仔日寒流减少，即时的温度回升。这款好天气会维持到初三，因为天气好，袂少人出门行村，各道的车嘛有变较济。高公叫伊个明仔载爱等后头食初二，是过年期间车上济一日。在车流量可能是平常时1.5倍，提醒乡亲出门就要注意交通的资讯。自初一早起，平湖公路路南的车真多，屏东县警察局加派联络指挥交通，启动路南的调拨车道，提高行车效率。今仔国道的车流也明显增加，一到码头国道5号的南港联络道止步，车驶甲真慢。今仔国道3号大溪路南的路段也拢是车。高公局有过30初二车流量上大，其中国道5号也会实施高行载管制。苏澳、罗东、宜兰以及头城北向各交流道路口，在下午1点到下午6点是实施高承载管制措施，未满3人以上的小型车是禁止进入国道的。高公局有过初三进程，主要是路南尖峰，提醒用路人尽量避开尖峰时段，或者是行大体道路。因那正月初一日时，各地温度拢是好天到侪云，温度回升，但是受到辐射冷却效应影响，暗时到透早也是较冷。日夜温差大，所以要适时的增减衣物，尤其是在夜间，还有在明天清晨的时候，还有一波低温。日时气象署也是对苗栗发非常寒冷的感觉色灯号，有一寡所在会出现6度以下低温。这种稳定的天气会一直继续到正月初三的日时。主要的天气变化会是在初3的晚上到初4，由于锋面要接近，到时候南边水汽也会逐渐增多。到时候初3晚上开始，在中南部地区、花东地区会开始有一些下雨的情况。另外也提醒民众，初一到初三受到环境风场转做偏东风的影响，西半部的扩散条件较歹，污染物容易累积，所以空气品质可能转做对民间族群无健康的感觉色的提醒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